第一本書就係叫我不喜歡上學，就係呢本啦。噔噔，我不喜歡上學，佢叫咩名？知咧，我而家睇本書先。哇，佢真係唔中意返學噶喎。係嘛？佢話我不要返學，我不要返學，我不要返學。佢就話我不要上學，即係唔想，我唔要返學啦，即係。哇！佢話我叫。